的人从打就近，俺是你说最近吧，没对得冲出去，这咱们学嘛来家，开始学来的呢。过年最后么？我这在老家，好水，俺说这。但俺谁说来说啥呢？就是那啥，你那啥，俺听说的超新俺那个车上没俺那注意对吧？今天说我们那这不行，就行。哎呀，他可谁说来说呀？你别笑。我直接我。抖音。